好，来，咱今仔日看6字吼，新的单元吼，就是咱咧讲到地球内部的混色吼。来，咱看，咱第一个讲到地球的构造甲反地运动、地球构造跟反环运动。咱即摆要看讲，咱地球内底吼，到底是啥物质？咱若要知影地球内底啥物情形，当然咱甲物入去就看有。但是问题是安怎呢？咱地球的半径偌济？我们地球的半径6400几吼。咱人会当挖甲上深的，挖到偌济了知？这6000几公里内底，咱挖偌济？以前有人讲。咱即个地球吼，咱若要去美国免坐飞机，咱挖一个磅空一直通过。吼，咱是美国是咱的对面尔嘛，咱挖一个磅空一直通过。到时阵一个坐，而且讲往美国，咱就为这个坐跳来，袂去写到对面就到美国啊，对无？好多简单，免坐飞机啊，用写落就好啦。第一件咱即摆。一直挖，面对挖过上深的，咱就会无白挖白，无聊挖白挖啦。咱挖坑是要从哪？咱应该我们往下钻探是为了干什么？采矿。好，有经济价值的矿物，咱要采矿是会当，互咱挖上深，因为有经济价值。上深咱挖到偌深？差不多10几公里，你想看6000几哦，咱挖10几公里就已经上深吗？搁挖咧问题是出来嘛，咱内底有研究着。问题你挖咧，你咧用啥挖？你咧转头挖咧，延长2、3千度，你规个游去。无你扛过，你要安怎固定啊？你要用安怎固定？所以这拢是问题吼。所以咱即摆安怎？地球内部的构造，咱就是用咱地动、地震波，咱地动传过时阵，内底物件无共，咱像咱地球安尼，咱一个所在发生地动，伊个地动会传到世界，大位拢会侦测到，侦测过程伊个方向的改变啊。传过速度的改变，这拢会当算出来。你用算出来数字去，算讲，这要讲这可能是啥物物件，这可能是固体啊、液体，这拢会当去判断。当然这判断这是做深的学问咱深无咧研究，这来科学家伊会研究出来。咱即摆就讲伊研究出来的结果是啥物？咱大概甲地球。按照伊的性质分做3站，第一站上外口的叫做地壳，像迄两壳安尼是上外口的。第二站地壳，第3站中心的部分叫做地壳地核，叫做地核。这3站毋是平均的咱的地壳的平均的高度差不多30公里。伊阁分做大陆的地壳，甲海洋的地壳。大陆的地壳较高，差不多平均40公里；海洋的地壳较薄，平均只有7公里尔。但海洋的地壳较重，咱学过，海洋的地壳是玄武岩组成的。大陆大概拢用花岗岩组成的。这个地项伊详细是甲是2800嘛，这数字你免记，但是你有一个概念这所有6000几内底你看30公里，薄薄的一站，你若用比来讲，比迄两壳较薄，它比蛋壳还要薄。如果你地球上做成一个了。这个地壳比两壳较薄，你若要较比的话，跟蛋膜可能差不多。有没有蛋壳里面有一层膜嘛？
跟那层膜差不多啦。啊，但是这地项哦，伊头要占一半较少，也就它比3000少。啊，这地项头要比一半较低，伊有3000，甲有400几嘛吼，大概安尼。啊，这地项伊这两站拢沿着轴承的，咱再来讲其他无共。啊，这金属，铁跟镁的金属轴承，所以会记咯，咱安怎分这三层？是根据啥物甲分做这三层？是根据伊的组成的物件无共，跟因的化学成分无共来分的。另外，还有一种分法，咱头仔100公里的对外口到100公里，分做岩石圈，下骹200-300公里，啊，那看吼，伊要讲详细数字吼，差不多100-200啦吼，这个叫做软流圈。这岩石圈就是咱等下要讲的板块，所以你这个面唔通用灰去吼。你讲啊是安怎？这300个厉害厉害，这种分，啊，才要分100个，搁下骹的，啊，这是安怎分？因为你无共的分法，表示你根据啥物来分无共。我来讲，刚才我讲的吼，这是组成的物件无共来分，啊，这是安怎分呢？你看伊的名就知吼，岩石圈代表伊是冰的，伊完全拢没有可塑性的对了。但是软流圈是啥？你莫看软流圈，若是伊上水样的老的吼，伊嘛无，你也想做麦芽糖，麦芽糖有看过无？麦芽糖是伊看起平平，啊，搁附叶咱慢慢啊刷位，就是伊有一点仔可塑性。这软流圈大概是安尼的意思，伊袂像水安尼，但是伊袂像岩石安尼完全，你若要甲硬刻吼，伊会长伊会闭去。但是伊硬刻吼，这软流圈像麦芽糖，伊会慢慢啊刷位，慢慢啊变去。所以这个是这两个无共，所以这两个分法就是照伊的啥物？这个分法是伊的性质。组成物件性质的伊个化学成分来分，啊，这个物件是根据伊个啥物物件状态，咱讲物质的三态嘛，物液气态嘛，这个伊个状态，好，咱依照状态区分成岩石圈跟软流圈，啊，岩石圈和软流圈只是在上外口苗，因为伊关系着咱个板块运动，啊，这是真个到中心，伊的分法是伊的性质无共。好，安尼了解吼，这个是地球真个的构造。好，再来咱来讲板块运动，因为以前毋知，像大陆漂移、海底扩张，这拢排掉啊吼。尾啊，咱春节板块运动学说，因为依照发展讲，大陆会漂移，海底会扩张，大家拢感觉讲奇怪，啊是安怎好好的大陆会漂移，啊是安怎海底会扩张？尾啊，大家发现，就经过这个地档发现到，内部有软流圈了，大家解开这个迷雾，原来大陆会漂移，海底会扩张，就是。咱的地球分做足侪板块，这个板块吼，互软流圈载着，软流圈会载着它做相对移动，
所以伊顶管啊有大陆啊，怎分开大陆就裂开啊，伊下骹若是海洋诶海底扩张啊，所以伊诶来源拢是一个叫做板块构造学说。所以板块之间会有相对运动。相对运动，当然这相对运动有几种啊，咱重点讲两种，一种是分离、拆开啊，两个板块拆开，就是聚合，就是拆过来。你认为讲，唔安尼尔诶，你会分开诶？画管应该都有一种啊，会错动，会错动。或者你话讲，因为课本的重点啊讲这两种，因为这两种的边啊伊的板块边界有较特殊的地形，来分离的三型铁中阳极，咱可以发现讲。大西洋的中有一个世界上长的山脉，但是咱无发现着，咱一直讲加喜马拉雅山，这个中央极咱唔知，原因是伊规个中央极拢浸伫海底。咱一直到发现深海技术，你扫嘛了，他讲，奇怪，大西洋中哪有这长的山脉，几乎从南极延伸到北极？这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伫海底发一个高山出来，弯山出来，结果发现是安怎？因为板块裂开的所在，岩浆造出来，造出来拄着海水，伊就变做啥？伊就变做山，下骹佫起出来，所以这个山一直长高。这个山长高还会长出海面，它唯一长出海面的地方变做点国家，这个国家叫做冰岛。你听着冰岛这个名了，你莫从这个岛吼，顶外一定冰天雪地，无这冰岛纬度做出来，冰天雪地，但是因为伊是火山吼，伊是张列伫板块的中，所以伊嘛有火山吼，所以冰岛这块大部分的地形吼都是绿意盎然的哦。而且你知道冰岛这个国家吼，一个数据是全世界第一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他们的国民所得用花在买书阅读的比例是全世界第一。我一直看话是按照广告拢冰天雪地，无为通去佚佗，所以买谁当出名花。无爱阅读水准很高了哈。冰岛这个绿意盎然哦。我再跟你讲一个很好玩的，你知道真的冰天雪地的岛是哪里吗？目前各型样冰天雪地，岛上97%以上都是被冰雪覆盖，也就是世界第一大岛。那个岛叫什么？格陵岛。有听过无？格陵兰岛，世界第一大岛，岛上冰天雪地。格陵兰的音译啥样在？格陵兰。Greenland 呢 ？Greenland 呢？这名叫 Greenland 叫做冰天雪地，这个 Iceland 的绿意盎然，这号名啥个号的我唔知哦。你来两个应该小换名对啊，你应该叫我冰岛应该叫 Greenland 啊，你格陵兰你啊较叫 Iceland 啊，你管几乎100%都是冰雪覆盖啊，你跟他给人家叫 Greenland， 这个你来中国号名我欠啥何啥嘛。欠 green 我就甲你做 green 嘞吼，我那是这样嘞。这样陆地吼就变成裂谷，东非大裂谷。我讲东非大裂谷吼是非洲大陆闭开吼，但这闭开吼，伊还袂闭到海边的，伊到时阵伊若一直闭吼，裂到海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？海水就冲进来，那个地方就变成海。我来讲阿拉伯边啊，有个红海、里海，
拢是安尼来，啊无原始伊拢合做伙，啊无闭开，啊拄海里闭开的时阵变做一个深谷裂谷，啊伊闭到海边，海水冲来，从啊变做一个海。所以摩西分红海，这圣经故事是有道理的。当初人可以走的地方哦，以为板块运动裂开变成裂谷，啊海水再冲进来，从啊过袂去啊。啊，好来，咱讲聚合，聚合性板块吼，那伫海洋板块跟陆地板块的交界，也出现海沟。世界上上深的海沟伫日本的边啊，叫做马里亚纳海沟，11000公尺最深。迄个上深的所在吼，我来讲，咱人有去过无？有两摆。我来讲这个故事，咱有去过2摆，人类有下去过2次。第一次讲起来，第一次伫咧二处世界大战的时阵，迄阵咱科技也袂做发达哦，但是已经有迄个潜水艇啊吼，啊就特别做一个潜水艇来底坐2个人，因为一般的潜水艇你上咧深甲。顶甲迄个2、3000公尺、3、4000公尺，迄个做厉害。你只个因为1万公尺，迄压力偌大，你家己迄个 HD 算看卖。所以阵做好，佫无把握讲这一定袂掂去哦。所以内底只有坐2个人，一个美国的军官，一个探险家，2个坐的小小沉落。沉落的时阵吼，唔敢讲有即个计划哦，是安怎？因为失败的几率足大的。这若失败，就夫妇的当作唔知这人待伫海底，当作咱袂见，迄个足见笑的啦吼。卖人知吼，计划失败啊，这人就当作失踪人口处理啦吼。伊直沉哦，沉到咧海底时阵吼。因迄潜艇的窗啊吼，有外口啊内底2层哦，外口一定的窗啊一定闭开啊。迄阵因有2个，要继续落去啊，也是要去，尾仔伊决定继续沉落，因为要到，后来真正沉落下骹，沉落下骹成功啊！成功啊！发布新闻呢，讲人类第一届。地理到地球上深的所在，内底有啥？啥物都万年的灰尘，从来没有人到，迄连新闻都无吼，迄14000公尺，迄连生物都没有哦，完全黑暗，没有阳光。第一届有人类的光线迄甲照着，啊，第一届有人去交叉甲土大粉啊，安尼为海底甲起来。啊，自因起来了后吼，一直拢无人搁落去，只要有人搁落去，啊无啥，你下骹拢选少，迄免讲，迄毋爱过几百道啊吼。啊，甲土啊无啥，连皮都无当了的，结果第2道一下，你落去了知？星际大战的导演，伊做好嘢啊！伊个做爱探险呢，伊家己自费买一架潜水艇，做一架潜水艇定制，家己开落。迄无偌久以前的代志，当然即摆科技伊已经无危险嘛。迄无像二次世界大战迄阵遐危险嘛。伊即摆是做安全，然后但是问题是无人愿意开这个船的，所以咱有人遐做感慨讲，啊咱因为一直为迄个太空咧走吼，啊有人家对咱地球本身的物件拢无做大兴趣。海沟啊，搁有你若陆地拄着陆地，2个陆地2个岛板块烧咯，伊会变做座山的轮廓。
像咱的喜马拉雅山呐、阿尔卑斯山，拢是安尼，拢是安尼造成的。所有的板地边界有一个共同的特色，就是拢有地动、地震啊，而且拢有火山。所以咱台湾本来伫个板地边界，所以咱做做地动，咱嘛真正有火山，就阳明山个火山。所以这是不管是拆开也是建设伙板地，拢共同有地动甲火山。当然拆开的火山甲客过火山，即两种火山无共咱等下详细讲，咱即个先